来看由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发起打造头一只零碳排的未来船，昨昏伫高雄举办落水的典礼。也若即马当地打造更较细只的未来船，按算明年准备要投入观光产业。 中央步调掀开，计划发起人施正荣小改这第一只零碳排未来船正式合作玻璃马1号。施正荣讲，这只船原本是欧洲研发的，透过热能来发电，目全球世界一个。伊引进台湾，去年伫高雄重新打造，结合热能甲新科技，透过台湾完整的供应链降低成本，准备要甲零碳排观念伫台湾的海上交通实现。原来的船用的多，你油都浪费了很多。那这里呢，将来就是用太阳能或者用氢能的，成本比较低。 而且没有碳排，是很重要的未来的一个趋势，所以希望未来是大量生产，也是希望开创，就像台湾的电脑跟半导体，以台湾为核心的面对全世界的需求。 施正荣强调，玻璃马1号是以示范实验为主，目前正在打造较细型的船 P77 甲 P101，准备明年7月投入国内高级旅游服务，而且嘛结合政府的营帮计划，要甲零碳排未来船开到僻流去。林佳龙表示，望透过这只船，会当和台湾甲友邦的关系更加紧密，也和世界看到台湾的实力。未来希望透过龙邦计划，能够将保利马这个零碳排的船。 技术移转给海外合作的伙伴，那让零碳排船呢能够在各地生产。玻璃马1号22落水了后，会先伫台湾环岛，按算10月要前往日本访问，所以来以高级观光旅游为目标的 P77，上级明年7月就会当甲大家正式见面。记者柯家如、柯兆阳、高永昌报道。